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虚空吗？所罗门王的传道书一开始安尼就讲。空虚，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和合本圣经翻译叫做虚空啦吼。英文的 KJV 的翻译是讲这个 vanity， 意思就是讲虚荣啦、虚华啦，还是自大啦吼。但是迄个 NIV 甲 NRIV 的翻译是讲meaningless， 就是无啥物意义啦吼。那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一切拢所拥有的拢是无有意义，是虚假，是会灭无的，莫怪最近几年有一寡有钱的名人。开一大笔钱去到瑞士去追求安乐死，或者有名人追求自杀的。所罗门王的虚空敢是安尼的这种无意义的意思吗？圣经的意义到底是甚么货？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安尼讲，我传道者讲。空虚的空虚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人一切劳苦打拼，就是伫日光下面落落，有甚物利益啊？一代过了，搁一代，毋过地照常存在。日出日落，紧紧倒转去出来的所在。风往南吹，搁倒。转北，无停灯熄，搁驶转去原来的所在。江河拢流入海，毋过海嘛未满。江河流到倒位，搁流倒转去原来的所在。这个代志，互人也先惊畏，讲嘛讲袂了，看嘛看袂饱，听嘛听袂完。以前已经有诶，将来会阁有；以前已经做，将来也会阁做。日光诶下面无新诶代志，兼有甚物事人会当讲？你看，这是新诶。伫咱以前诶世代，早就已经有啦。已经过去诶世代，无人会阁会记得。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嘛会袂记得。如果一切拢是虚空的，那安尼，咱的一生的打拼是为甚物存在？这是咱所要追求的重点啦吼。世上一切的人要安怎来面对家己的生命呢？保罗捌讲过，伊讲我将一切看作粪土。因为伊得到耶稣基督了后，伊感觉只有耶稣基督是伊人生唯一的目标，唯一有意义的事。其他一切拢看作是迄种有损失的。保罗伫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31节，伊中间提到着人。要安怎来看耶稣基督的国活这件事？伊讲无信的人讲这拢是愚妄的，但是信的人却会通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。就算是讲伫迄个人生内底的生老病死这种的境界，经文讲到十字架的信息对遐个灭无得行的人。是愚妄，不过对咱这个
得救得行的人是上帝的大亏难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我要消灭智慧的人的智慧，我要去杀聪明人的聪明。安尼智慧人伫倒位？经学教师伫倒位？这世代的上辩家伫倒位？上帝已经互这个世间的智慧变成做愚妄啊！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，永远所传愚妄的信息的来拯救信伊的人。犹太人求神迹，希腊人找求智慧。不过，阮宣扬定十字架的基督，这个信息对犹太人是阻碍，对外邦人是愚妄。毋过，对上帝所敬虔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，这个信息拢是基督是上帝的大亏难，是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妄赢过人的智慧。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，弟姊妹着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，照人的标准，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，无偌济人有能力，无偌济人属上流阶级。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卡的人见笑。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。上帝互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，看毋上目的代志来迫害人所看重的。对安尼，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看口。毋过，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。互基督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，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同时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，搁得到自由。照圣经所记载，要看口的，就看口主。是啦，要看口的，就爱因为主来看遥。人生的意义就是伫遮嘛。若无就会成做人认为讲，人生就是虚空的啊吼。迄是因为失去着迄个真理生命的目标。无有搁我基督，一切拢是损失，拢是粪土，拢是空虚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灵的正经日啊，就将上主应有的荣光权能归互伊，就归互伊。就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互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。上主的声伫水面得响，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。上主临在伫海洋顶面，上主的声有大溃烂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击北香树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北香树。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，互叶文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。上主的声互四那闪闪，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，上主互底家书的旷野有大震动，上主的声互鹿母惊生产，互树拿一树落叶。落甲光光光，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话讲，荣光归上帝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快乐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心里空虚吗？迄是因为咱无担着救恩的意义。求主帮助你我会通接纳迄个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，互咱为了主来活了更较有意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